高雄甲台南的消息，高位校警式枪手命案，刺激命案，这个知影，枪手短短24点钟内，伫台南就互人掠到，这一切拢归功伫一通这个破案电话。当时三民二分局这个老刑警叫李公全，伊接到枪手敲电话来，当时这个嫌犯有承认讲伊有犯案，想要自我了结。经过甲考劝了后，嫌犯则无噤声，当时佫讲出伊秘伫什么所在，原警就赶紧去掠人。其实这个嫌犯即摆会遮粗残，伫病院开枪拍死人，这是因为两个人的禁止纠纷已经有几十年啊，伊又佫坠入感情，所以讲才会想要报复。手上拿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手上好像拿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有点像哎。查甫人真自然，伫高一的校警区咧行，所来现场有真大声的庆声，看到另外一个查甫人头骨有轻砍着情身亡。完了后，这位凶手赶紧对病院行出来。不过，规件案件竟伫短短4点钟内掠着人。你跟死者有什么恩怨吗？他欠你多少钱？顺利掠到嫌犯，昨暗时以上，这一切拢是这通关键的破案电话。由于之前有被这个李小队长办过好几次，所以跟他大概有一点交情，他就有主动跟小队长联络。那小队长就有劝他，也是讲说，自然事情发生了，那就出面来面对来解决。这罪嫌犯有60多条前科旧案的记录，几下摆拢是这位老刑警李公全处理。不过伫逃亡期间，也是选择敲电话讲伊的心声。经过刑警考劝，才知影逃亡的地点，顺利破案。大概也有10-20年的这个积怨，他也表示也蛮坦然的。无咧官边有真侪民众，家伫病院对熟悉朋友开枪，看起来敢若是不完真久啊。经济时这朋友讲，一切拢是为着钱。嫌犯是他的算是司机，就是金钱上利益，他们可能有一些纠纷没有算清楚。这个嫌犯已经有收过钱，已经收过几百万了。金钱纠纷，互嫌犯几下摆压情甲威胁，过程当中悠悠辣辣，虾米出代志？2014年，搁去找死者的丈人爸。他这个有吸毒的状况，所以中间一直就是勒索不停，也是有带枪。有几啊条前科的嫌犯，3年前因为得到癌症，知影家己剩无偌济时间，想要做一摆和死者了结，才会选伫人真济病院近距离开枪。不过，嘛因为这件代志，伊嘛要付出相对的代价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